아니 손 어디는 다 통지 주초하다 다 봤어. 근데 다 가상계에 아니 통다 봤어. 근데 개와 와다는데 그래 다 토타봤어. 가상계 거죠. 다들 이제 가상이 주소되네 막 근데 好，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证呢，就是中国大师所著作的这个经的新样，以及申胜教授的这个初中后三院。因此呢，我们初中后三院，这个接着我们从上次的讲的地方开始，这个讲解也从你们那边接着看。好，那呢？ 다 가슴이 되는 시선 되는 마시려나 다 수바 되는 안에 다 이제 체행된다 서제된다 수바 되어 서로 봐 퇴송 공순 지역을 나아서 넘어가 알아다 대라되는 되는 성적을 내는 안에 그거 좀 신경쓰는 거 봐서 직접 근데 뒤에도 특허 제도 처가 표성 공순 지역을 나아서 그런 것도 좀 이제 다수만 이제 아버지를 대해서는 그러는데 표성 어디 제대로 제가 다 표성 공순 오늘 제가 나아서 대라는 방식이 요하시는 애는 창조를 내는 특허 제도 처가 나아서 뒤에 제도는 특허 제도 처가 我的推送不是我的这个这个方面是在以前，啊，他的早来去嘛，现在的我的以前，我的什么原来说了的那推送公司去我们80是吧？哎呀，但天来人呢，天来人呢，你有个实际的，大家都是差不多。 我这就是双个表双个的就双东西了，把死。第三，然后这个可以说这个佛所经典的做文思修修持那个文思修这个修持。然后咱们今天说，他谈了两三个人的长教的这个就是去两手的两个人把金钱。 这个又重新分为安住与犯行后愿行修大乘之法。他这里什么的呀？第一阶段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就去了，他上公司去了，80。为此故，愿闻思修大乘法。他当过的呢，成就了呢，这个就是去了这两个部分，看这是谁呢？ 再来是第一个安住与犯行后，后愿行修大乘法，这个又是如何呢？他这里面这个说，成就点了，透过全部意识找的，或者在那个就是说的，我们找清楚嘛。这个再来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根本文本文是一个可以说愿犯行深依大乘的这个地方看一下。好呀。 他长久点了，这个结果也涉及到这确统经验了。马农的高同意，给我广东那个这个效果是的，那么知道啊？我的人力气的实际中国我现在的这里早一点，那这样子老要的。好，再来是我们刚刚讲的科判的一个它的本文根本文是这样：愿犯行深依大乘，深管诸法，尽所有。 为利子母，以苦行无量劫中皆修习。好的，那带来的呢，长久点这个结果是，但一个点长久点是啥子就来呢？长久的点了，长久那么高了那边，我的点了20，弄着吧，这个一张，人的就那个成就那么得来的，
安尼那个对对了，安尼听不清的，我的去老大，他这个那个甚至也去去到那个老大这个这个给有啊，经验有嘛，老大听我这个去那个上边给去那个也去过了嘛，这个经验有嘛，这他们这个呢，我的马来西亚他们这个多多，安尼改吧，家庭多么的这个，我的这个人说浪的高阶的，我听他们谈的，那你高多么阶的我的，全都是那高阶结果嘛，那一般人讲个八度，但反正吃的，这个是你他们这个多个，给我这个全人说浪的，那个这个什么特别用啊，特别小些，真的，我都能听得清的，对吧？所以呢，因此这边是讲的一个可以说身份安住于出家，出家这个精进梵行的身份上面，我们修一个大乘，这个非常的深胜于广大的诸法，佛所开设的大乘法是非常的博大精深的这样。所以呢，这个佛所开设的法门博大精深当中也分明着种与别的这样，乃至有多少的分别？其为了一切众生，然后能够苦修这样，在众多的百变的无量劫当中，自己为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苦修这样，为了一个生生世世利益这个所有的众生这样，而且我要求持大乘之法，希望能够这个祈愿有一个行修大乘之法的殊胜的成果。那当然，人们说别的，或者就是电影的那样，我当然呢，其实别的人就有点那么道理去，第一点呢，俺们多去不少这个去，人说那样，这样甚至他们这个该把八度那个就做不出那样，俺们注意上面的他，我对这个他能说清楚，讲的呀。我当然是的，你那个就是点名的那样，俺们就是能的，当然那个前几个就是点嘛的那样，叫希望根据你的那个就是点那么大的这个道理，俺们给我说上给你去，你要说哪年，甚至通这个他就那个到上面有个偷个这个往说，这个意思的这个道理，他大家我的这个。如果说今生自己是一个可以说出家的身份的话，那也这个不只是一个今生出家的身份，也希望能够这个在生生当中，能够以出家的身份来这个可以说修持这个博大精深的大乘之法，这个为了这个利益广大一切有情众生者，乃至一个可以说为了这个千百劫当中是一个修持的话，我也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修持者。该往八度那个，就是小老师来的，该往八度那个各地蒙古里做不出那样，准备上来。但现在那么大的这个店里，俺那个老师找不的，对那样那样的，对这个那个做手店的，我的深圳就是那个他把东西这个国防主要这个做手店。最热门的，我对这个这是教育的。所以呢，这即便不是自己出家的身份的话，也是这个今生当中祈愿，希望能够来是以出家的一个清净的身份当中，这个可以说修持广大的大乘之法，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能够证得殊胜的佛的果位，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祈愿的。不只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哪怕是一个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这个可以说就算是千百劫的时间来需要修持清净的一个大乘之法，为了证得佛的果位，那我也是一个非常很欢喜的这个可以说强而有力的一个欢喜心的来去修持发愿的。这个老师们对吧？长老老师们带大家都没有吧？世界的一切难免的，原来该我讲是难免的，因为一个长久程度，这个不清楚的这个老师话，我这是结果的。所以呢，因此我们这个上师会供里面也有这样讲，这个可以说
为了一个每一个众生，哪怕是为了每一个众生，就算是一个可以说成本在一个地狱当中，为了利益众生，我也是一个倾家的修炼者的意思的。圣洁日期啊，那么这是一个嘛，我这是老婆有嘛。圣洁日期啊，那么第二个叫做那个方式吧，你些比较是，你些是简单，你最主要各方面的，或者这个人际方面的、掌握面的方面，你通过去意思吧，最最简单，那这个在最快去做过去，不是吧？所以因此呢，这个我们上师会过当中也是会念到圣经日前的名，什么意思？当为众生这个众须常堕入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魔境且大海挣扎，因此我为了一个升起一个大慈大悲的心来精进修持的。那个上师会问一个你们说啥的吗？那个是啥？还是要看一下看那个证据放一下那个上师公文经，上师公文经那个一般的上面的那个证据，看起来比较清楚，看到的话比较会理解。其实是每个月都要念这个要公休的时候，大家都要念嘛，只是还要注意这个意思，所以比较没有影响。61页。61页的第4行。念一下那个这句。第4行跟5行2个念一下。但为众生众须常堕无间地狱境界大海中，悲心无悔精进圣主，加持圆满精进波罗蜜。然后他这个看的是受不了的什么？然后身边日益为难呀，身边日益的程度，身边日益的程度高啊建议，让你的别的，你说鸟的到了就叫像那样，身经的程度身经日益强，那里面该我们是在我像那样，好的，身经的程度也就通过去上的几丈来吧，10万来吧，我听这个个讲了。天在当中用多了就上面给他慢慢的，我的这个去进步，这里慢慢调推呀，我的自己就不要的是。所以呢，这个为了一个每一个众生为了每一个众生需要这个苦修，哪怕是一个比如说千百劫当中要堕入这个地狱的话，我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无惧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惧怕的这样的，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怯懦这个比如说大力的一个去为众生而修持这样。所以呢，因此呢，不但是这样做，而且也是希望能够这个也是要这样做到道。那个文章你看的是马上就吃两手忙的，听那边你给我请去两手忙的。事情的开起文章，那文章这个就比方说哪个对，假设你这个的呀，你老不的，假设你这个的老不的呀，但那马上就不是老不要不要的那样，某时间的到那个兴趣建起来，我的到是就可以上来，我这里就不要的老的也没他什么要抓的这个方面，就都要去。没有是觉得不要，没错。好，所以呢，因此我们现在这个修持大乘之法这个非常殊胜的大乘之法在修持上。
因此呢，我们当时这个修持的时候呢，我们也在一个可以说行修菩萨行上，行修菩萨行。那这个菩萨行虽然是我们现在一个行修学习的修菩萨行，虽然没有这个正式的行菩萨行站，但是这起码至少我们发愿能够可以说为众生来这个行菩萨行站。那也因此呢自己也满心欢喜心的来许愿，能够这个可以说自己有为众生做到行菩萨行站。那要么人家是一教是人家还来不及，来到不及嘛，人家是教老的教了，强就有教了，强就是个教了是，也是吧的。这里呢呀，当然这个手术界呢，跟那样就广告了对不对？他当然说，有的钱呢，我接触的，现在人这弄脏的下巴满意的，我说的也是这个老人，到个些这个强有生，让有人接触了去，他的这个早点的，这是话，这个早是第一个。所以因此呢，佛子行障。能够这个行修佛子行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所谓的一个我们的菩萨行，行菩萨行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呢，我们虽然是一个可以说现在没有正式的行菩萨行站，但是呢，我们这个可以说可以说鼓足勇气来这个从现在开始跨一步，这样的一个再迈向一步来这个许愿，希望能够可以说。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一个行菩萨行站，行菩萨行站一步一步的一个可以说走上去，这样的话总有一天能够可以说这个非常大慈大悲的利他之心能够升起的话，这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佛法的一个最根本。谈到马上说的，叫我金杯那你前面讲究的是的，好像靠不前的。但讲究受教人物是没地方的，结果200万，光年高能票小时的，来老轻子，看得得推呀的，热多第一那样，让叔叔都用的讲，那讲究受教人物是这样的，他就一直长了点不起，差不多就但过他在家里他在家里多吧。所以因此这个可以说这个。利他的一个菩提心能够要升起是相当困难的这样，因此呢，就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菩提心这个今未生令升起这样，已生令这个不退缩这样，因此呢，我们只能在一个现今当中嘴上一个这个祈愿许愿，或者说这个嘴上的一个可以说希望能够升起，希望能够做得到这样。但是真正能够这个现今内心上面升起是相当的困难的。在这里一个一张，强就受教如果去嘛地方呢，必须是这样的，你马上就直接对不对？嘛对你讲你如果对没意嘛，当上么样就当起来，今天的话。上面我是当的，那反正是强调是如果是买地方呢，地区就是干嘛可以尽量的，但晓得这个没有嘛。上面我是当，讲究是这个，看着只有讲究是要得客人认同，讲是要得客人讲究，求是要得客人求的，要不就上面当，但你讲究，生巧。是的吧？生的巧的就说，那那边的生，看起几个生活多，地上有了用什么的，没地方对不起，第二个呢，可是有的那个200万不是的，自己这什么大呢？那人有了把10大钱，地上有了的多很多什么的，就这个几个多，几个多，要不就什么大钱呢？你要说安徽就得多少个多吧，也是最多是吧？
当下的那个四根机构的，各种这个就是同级这个造成嘛，造成的差别和别的看到不完。那个这功能呀，就觉得，那地个，上午也不是当的，就是日给他传达了的偏远的规划的问题，也不就告诉那个什么嘛，旁边有的情况，让个新的人嘛，就偏远的这个讨论，他看得多，我他这这个讨论，他对我这个情况是帮助一般的他。所以呢，这个殊胜菩提心，未生应生起，已生而不退失，这样。所以因此，当这个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词句念的时候，很快就念下去，这样。如果说没有这个时候没有好好的思维的话，那这也不到1分钟，短短的这样的时间当中已经念完这样。但是这个殊胜菩提心这样菩提，所以我们在里面讲这个讲究这样。讲究的讲是什么意思？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意思。所以因此呢，认真的思维它的是什么意思？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菩提心，可以说，自己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如何去升起？或者是自己将来有可能会自己内心当中能升起呢？这样。所以因此呢，可以说，好好的思维来去做实修这样。所以呢，如果说没有去思维的话，那念下去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念完了，当念完了之后，就自己内心当中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因此呢，自己必须要一个非常好的动机，然后好好的思维来每一词每一句，然后好好的念，好好的思维，然后呢，看这个可以说它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德，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把这些的一个作用一定要可以说思维到的一定要入心这样，看能不能把入心到自己的心里面这样，以及说对自己的心相续里面有没有起到利益，以这样的方式来修持大乘之法。当然你让人你这个让人不就不对的，让你没得什么的那个，让你就什么当的，觉得呀给是吧的，让你这个的怕讨呢。是吧？就把讨你，现在上班，是吧的？到个现阶段，我的身上不去，我的地图就不有这样，讲究手脚不钱是的，手巧是的，到个现阶段，手，我的就讨了呀，什么当地呢？当然偏呢，是吧的？让基本之前要我到的，到路面不去了当。让精神是比较大，这个我们就怕讨不了，这怕讨你，太大满足这个讨的，身上不被讲究的身上，当然是这个讲究的身下去，就解脱呀。另外呢，这几个讨上面等你呢都是我调的呀，上面当调的，是吧？讲究身上人不钱是的呢，是吧的？这个什么当？提起来了，该求的一个当，我的这个就是个早一问题，我看不起来，是这样道理啊，是这个为呢？到时候给他跑掉了的，上么班呀那个卡住了的，我没多少钱，我给不的。所以因此也可以说自利作义者。因此呢，自利作义什么意思呢？都是为自己个人着想，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一个可以说好处，都在一个作业上。因此呢，无法舍弃这个自利者。因此呢，可以说但是呢，可以说我们通常的一个自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都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然后呢，可以说珍爱他人的心是都已经舍弃了这样。但是呢，我们念到一个可以说殊胜菩提心这样，
这个时候呢，这个什么意思呢？把这个可以说，这个自立自爱，或者说珍爱自己的心要舍弃，必须要这个珍爱他人的心去允许着。因此呢，可以说，这样的话，也可以说舍弃这个珍爱自己的心，远离来这个可以说发起这个菩提心的，发起菩提心，以及这个可以说珍爱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来去好好的思维。这样的思维的话，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跟殊胜菩提心法，然后呢为生利生起，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可以说能理解它的一个含义在。同时也能可以理解到一个殊胜的菩提心，它是非常的重要以外，然后也是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在。那也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升起，因此这样的其实的话，那我们这个至少一个可以说这样思维的话，我们方向也是没有错误，然后也这样容易理解。我的都是这，当然的呢。再来点的话，搞个报道那个，比如说效果不少，他点的说早点，电影节的，那个的，但是呢，他们这一切都改完报道那个的，这个去做过的，中国人上来，他看到老没想过的，没找，我的这个他呢都是接的，我这里给他就是说清楚清楚要这个，用不要长，我在这个地方呢。好，所以呢，因此我们这边讲了这个，比如说本文里面是无量劫中皆修行，什么意思呢？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哪怕是我要苦修这个1,000法一个无量劫当中，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修行，而且不但是一个比如说无惧无畏，无惧无畏，然后也不会这个怯懦来去实修这。因此呢，而且是一个非常好欢喜心的，升起欢喜心的来去一个这个用功精进这样。他这里那英文，他那个手机听英文，手机英文听的呀，提起都是什么的，听过就是去了特上公司去了没办法，是吧？提起都是当地一点，什么的，手机送给人能在手机你都说程序员的这个情况手机也解决了，是在第一，那手机年轻的话，第二青年，他说我第二，第一期的话呢，这个就去那边呢，提前就去了，他上公司结了没办法事，这类有没有？好，所以呢，这我们这个可以说这样。我们刚刚的一个可以说，本文是愿善其意大乘深广诸法，建议说有为的生活苦行。在这个词句当中的科判里面也有讲说，可以说这个安住犯行后愿行修大乘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此故祈愿闻思修大乘法障，然后这个也要发愿，要这个对大乘之法做闻思修这样一生。我的天了呀！天来的手机嘛，也的我的特上公司什么的，天来的那他妈特别前面有，特上公是罗的，特上公送是要，但是现在当部的特别前面，但当部特别前面话，特别前面现在特别前面有给新人青年的把它开放的吧，给新人的两个最近的电网的吧。新人第最近的东北人吧，确定的领出每个月新人的顶着个网的门路人吧，特上公司级别公共现代的上班那么高的电网人吧，特上前面车那这个这个经验民主网人吧，特把嘛你朝鲜的这个所有同志了的那特把这个人吧的，他这个对面他的毛主席的，是吧？毛主席，他的国学那个干的。俺那都是那的呀，搿点是呢，他同意一个这个就是去了特上公司，对吧？特上公司，特上公，对吧？文思修饰特上山，但是呢，他们特上山的，特马山的，去年是哪去了？那特了过是吧？我听过这个，都是大家的，我的。去年是浪去了，那特别去了吧是。
好，我们前面课本当中有讲说，为此故愿闻思修大乘法教，所以呢，已经那个对大乘法需要做闻思修障。那闻思修要做的话，那它有分为一个听闻、思维、修持这样分为在。因此，首先会有这个人道，就是说注意对大乘之法就要有听闻这样。因此，这听闻什么呢？我们修持这个正法之前，首先需要听闻正法这样。就是推是，但推过来点你可以用过来成呢，那上百点有没有？上百，去推过来点你，那上百点有没有？那所以呢，我们当听完佛法之后，会产生什么呢？以听完之后就会产生思维佛法。当上百点来点你恐怕20一点有没有？那也因着依思维而会产生修持这样。这个确在你马退的人呢，退嘛用不的，确在你马退的人呢，这里确什么单也不要嘛，思维结合没多啊。如果说根本没有听闻，或者说没有听闻过的话，那根本无法思维正法，所要思维的正法就会存在的。这个确什么单的人呢，网也不用多啊。那如果说没有思维正法的话，那何来的修持者？这当然这个一张公牛是这个来到过去里面造出来的，就东个路去，那通路去别的来到过去里头。我们城里有公路去把它特上，你不得面照顾的啊。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可以说修持，也是我们这个一般普通的讲说打坐嘛，这个可以说修持打坐者。那修持打坐呢，这个可以说，如果说什么都没的这个内容，没有前面的思维或听闻，然后直接坐在那边，然后那个心中空空如也，这都是一个空荡荡的、黑暗暗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样的话是没什么可以观想的内容。因此呢，这个如果说想要有修持打坐的话，前面必须要有具备听闻跟思维的。我们就不要这个造作起那个成功起的点吧点了，结果起了，现在驴成功起呢，你给他是屋里的缺点的，或者是那个脏成功地用不着马到，他上面那上单也介绍嘛老的。好，所以呢，因此呢，如果说直接那边挺拔的坐在那边站的话，那顶多是一个身体非常的一个挺直。或者说这个对健康上面可能有所帮助，或者说你的这个气脉可能会比较挺直这样。但是呢，一个可以说，因为这个前面没有这个听闻跟思维，因此更加的没有内容可以去修持的。哎呀，这里有个人讲他跳上公孙效果都是特别大成起来。也因此需要听闻、思维、修持三种都需要。但跳上公孙效果，那当初跳了点过。这样推不起我是。因此呢，需要闻思修的话，那首先需要具备就是听闻上。但推了，你推不起我，推不起了，但是他嘛推不起个有给心意，轻易的这么几个人点目标。好，所以呢，这个如果需要听闻的话，那必须要这个可以说听闻之际，听闻的对象需要这个遇到一个。这个具格的善知识者，在那里面一张，他上公司，他不接有给心真的那么这个贴吧书上面，我当然能接过来。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听闻之际，祈愿就是许愿的意思啊，一个希望能够只遇到一个具格的善知识者。但没人就为了这么做，没人的条目要当不然说。所以你这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发愿或许愿。这么结果呢，也是把这个电路啊，为了听闻，必须要依止一个善知识。就像也是呢，这么结果呢，也是你的轻的那么那么大个是的切过是吧？对嘛？切个一呢，那你重要不啊？好，所以呢，因此需要依止善知识的话，那必须要一个直遇到一个可以说亲近具格的善知识。如果说没有只遇到一个亲近这个具格的善知识的话，那也无法听闻的这。新老百姓是这说呢，你说老大，
你说是现在的情况搞不对呀，你拖拉几个了的，中秋不了是吧？好，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如果说遇到的是恶知识的话，那这个可以说这个浪费了一辈子以外，或者一辈子也都是一个这个产生的事情都是不好的这样。我的这里有个印章，也是一次性的这个就是这个说什么东西的。因此呢，可以说希望能够治愈到祈愿治愈这个具格的亲近善知识者。这个印章，我来说能容呢，讲到说能容年差不多吧。这个印章，新年点我的新年点的偏业吧，我听得听过来。所以呢，因此呢，大家都已经听过这个到次第的一个讲解开始，所以因此呢，这个一指善知识的利益有8种这样。我就说我心里，当各位新年，当今年的这个小什么表年，你各位新年今年的这个这个这个我都当了。因为要这个许愿，希望能够治愈到一个清净具格的善知识。假如就算是遇到一个具格的善知识的话，这个给新的让你出现了点个小，点多个小那个明白的目标。在这个上面要许什么愿呢？祈愿自己能够如理的依止善知识者。可是新年这个的嘛，就天理那样。让给点主要我们西边上，直接这个到的把这个光的，当然是去我的节目是吧？的这个到的，今年出去的点毛头个一样，是吧？让你中秋不是要越长，新年的出去的点个小什么东西。所以呢，因此就算是或者说，假如说遇到一个具格的善知识，但是呢，自己如果说没有如理的依止善知识，如果说没有如理的依止善知识的话，那对自己在依止善知识上面很容易会产生障碍，或者说这个产生很多的一个可以说问题，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自己会吃亏很多这样，因此呢，祈愿自己能够如理依止善知识这样。我的天呐，马上就弄啊！今天300点数的900点数是吧？我这个题你要说哪个目标？所以呢，因此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像那个道次第里面开设的意乐依止与加行的依止，用这样的方式去依止善知识。当然，今年在这个给新年提，你劝他出行都弄个麻事，出行。好，再来是一个可以说祈愿能够起善知识如理的开示正法场。然后新年底可是你去出去的，马上就是老婆这个准备呢，是中秋过了多。如果说这个善知识没有如理的开示正法的话，或者说这开示的一个不如理的话，那自己也是这个吃亏的很大。但我要不劝他们到我这嘛对不起，某个的那边他让出了结果的研究了，当我老师的查看的给他，我的这里我的母亲说他老婆的老爹呢，你他差不多给他这个是就嘛多，另外是给的一年差不多啊，这里一般人讲新年底出去的点把小什么钱。所以呢，因此呢，可以说，如果说善知识没有如理的开示正法，所讲的就是一个可以说贪念四方，然后嗔恨他方的这样的方式，一直这个教一些颠倒的，这样的话，那只能变成所做的事情都是在造作罪业而已，并没有累积善根这样。也因此呢，祈愿能够这个善知识如理的开示正法这样。当然是因为确实没对错，但确实没对错，每个月新的有这个往怎么做会巴适，一点错不了。再来是一个祈愿不随走正法相违的恶知识和
恶有者。确实，没对错是的，大概公的说的经过的，每个月新年找的这钱说呢，老八定的话，老八定那可能就是老八定老八几的晓得吧？我的老外方呢，就晓得吧？好，所以因此呢，如果说这个可以说不是，如果说走向这个对正法相违的话，那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遇到一个这个恶知识这样的话，那恶知识所开设的都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不是正法，都是邪法。那所听到的都是邪法的话，那自己走的都也是一个邪道障。当然，这个呢，这个中国网的如何能发是？同样的，也不随走恶有障。这个中国网的青年呢？那方面中国全部都要的。如果说那个随着恶友走的话，那自己会这个吃亏的是很大的。这个中国网的青年呢，这个中国的刚才的让你那个那话的共青年把的家属呢，人你别的这边让我小伙的，这边让上不去这样都通了是吧？好，这个可以说，如果说随着恶友这个可以说走的话，那可以说这个恶友有什么造作罪的话，自己也随着跟他一起造作罪业同样一个可以说他的恶性可以说恶的习惯，自己也会沾染会学习到这样。那这个所造的都是一个这个罪业，那所走的路都是一个可以说邪道这样，因此根本不会走向一个这个善道或者妙道。这个中国是你可能就是说呢，这个是吧？对中一些让民众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人民的意思我们就说的这个中国是这个把对于我们相当差不多的，当然这个我老就有这个说什么，这个要嘛的是，是吧？这个要嘛的是这个中国是是吧？所谓的恶友它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可以说是不是这个恶友所谓的恶友，然后头上长的是角，然后呢这个可以说这个看起来是恐怖的，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这样。可是这里这个原因呢，就这里写这个到第几节如果说假如果说恶友是长得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根本不会跟他这个走以外，我们这个害怕远远的躲着这样。但这个中国市民的这些碰的所有的重点人士拿到这个套呢，是吧？他说的这个好像是年不的这个，是吧？天上的判断那么几个套呢，判到几个月多少个套呢？这个界面那么是吧？套呢那叫年不的这个，确实没对的。确实没对的，那年把路的来讲呢，就是让生活体验，让年把路把主要给我的这个空气年把的来说呢，这个中国是。好，那这个可以说，恶友他会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呢？就是看似很关心看似很疼爱，然后呢用可以说这个可以说用这个笑容以对。然后跟你讲一些这个可以说这个开导一些不正确的开导这样，然后这个可以说所开导都是不如法的开导，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再来是一个引领到不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样，然后呢从正确的道路上面引领走向到不正确的道路这样。这个印象，这个中国的做是马上是这个中国的主要站的那些这个中国的那个产业的，我这里就给这个大。好，所以呢，这个不要伴随着恶友，不是说一个可以说远离这个恶友，然后把它看成仇敌一样也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中国的生界的话，这个可以说恶友他也是众生生界印证好像是越放不中所以这个，因为他是众生，所以呢，我们不适合，也不可以舍弃他。生界说的水呢，好像是强制给有的下午。
真的任何众生都是我们这个可以说慈悲性的对象的。天天强制给有的这个往下的钱呢，再来给他给他拿出来这个弄点白糖呢，可能扎点呢，这我没去把它看到没去把它的讲呢，让有了讲究是有那样动了的，可是原来呀，这样的过程嘛，搞是吧？好，所以因此呢，可以说，这个必须要这个可以说就算是恶友必须要摆放放置于这个自己慈心的对象。假如果说不是用慈悲的对象，而且呢，一个可以说用这个坏的心眼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仇敌，然后呢断除一切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无利益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的话就自己这个可以说就算是有升起菩提心的话，那菩提心也会退失障。假如会这个可以说即将要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也会阻挡让自己升起菩提心的。升起菩提心就是能得一些光能，然后就不会生气。这一个一张但这个做的没做啥的，让你这个做过给这个的嘛这个现在让做透过这个套的，这个一个这个做过的没做是的人嘛都没得没身边的身边之外借的看看钱的可能赚的时候给这早晚的嘛的。好，所以这个不随走恶友是指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沾染到他恶友的习性，这样必须要自己自立自主，这样自立自主来去这个安住这样。可以说，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众生与众生之间的一个关系断除，然后呢把它看成对待一个仇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在这一个以上世界所的属于的，我那是落一个的强白的有的下些呢，在那个看到主要的，我在这个都的这个过了嘛，都决定看对了世界的这个戒律，那你说是就会电视给设置纲目去，就那样要嘛的。就算任何众生任何众生都是一个摆放于这个慈心的一个对象这样并不是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人与人之间、众生与众生之间的一个关系全部要断除，断除之后这个可以说跟众生断除关系，然后自己好像摆放着一个可以说没有淋湿的或者干的一个地点，这样是不可能有的这样。我这里应该印象，但是你马龙把这个中国这个，我的这个确实国家这个马西这个这个实际上的水没呢，马上水的这个特性那么大，那么当初有过的，或者判断起来，也确实不多的，也真多的，人民年把的怕么是有钱的，他这个的这个年个定义，就这个上过来制度的一个特性，三九中年的人的这个不要，那是他开了突击情况的代表啥的，他开了突击情况的那个啥的，他从这个村里的改情不紧张，这个国际情不紧张，判断情不紧张，生活方式的还那个程度他开了突击情况不是，我的这就不要，是吧？这就用途了，他不能是比较。所以因此呢，不管是一个恶友也好，或者说这些这个可以说这些都希望能够用一个可以说对佛法的一个习气觉醒，这样令他能够佛法的一个这个习气觉醒，而且呢可以说一个从可以说把他可以说引领到这个修行的佛法这样，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必须要这个用佛法的方式来去引领从不好的行为当中必须引领到好的行为这样，因此呢竭尽所能的一个可以说利益到帮助他，就好比是像这个大师释迦牟尼佛一样，大师释迦牟尼佛呢是用这个可以说大慈大悲以及善巧的方式来度化众生这样，所以呢我们也是像大师佛陀一样，能够这个可以说
说像那个善巧大慈悲的方式来引领度帮助他们这样。至少我们从那个发愿方面也是这样去许愿。那个人可能我说的你们中国的了解，他的呢，他上光复期的公人类的什么那么大的一个人吧是，是吧？可能中国的。老板吧。好，再来是一个祈愿升起闻思修动经利他的清净心。他的还是离开全部的。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啊。他上公司就是公人类的什么事啊？那个就缺空气嘛，他们些这个上过用都没有事啊，这公了哪来的？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叫祈愿升起闻思修动机利他的精进心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的一个修持的佛法，它有没有好的成果，关待于它的动机。因为我们中国的技术速度啊，3个上4个方面上3个面的4个方面的，他们这什么到了哪里什么？往把它说的到了那面的情况吧，我经常说往路。好，这个中国它是有这样的开始啊，这个可以说这个意乐妙的则地道妙，意乐劣地则地道劣障，一切观待意乐故障。所以呢，中国当时有这样的开始啊。这句我记得是之前的，好像要求我们也要背起来，好像你们要背过，对不对？对，这样背起才可以能够可以思维这个意思，才会懂这个是修行的这个佛法的根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这句没有那么长，就短短的这句，这个一定要这个是可以共修，不是共修，可以工科做工科很重要的，非常好的。在这一个文章共那么到过去，当然他从公众切问题，让几乎不同的满意的现在世界他们一切都把身体都也给他不能那么到了什么的吊修、永往修，上面我们就不要当。好，所以呢，必须要一个精进的一个动机长。那精进动机这个是什么样的呢？这个自己所做的一切和修持呢，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而是为了利益他人、母亲众生长。因此呢，这个希望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精进的动机，也是希望能够产生这样。我的这个一般上，不能给他比举例吧，你的当你家普及给当小孩呀、老幼啊，那你们这个当不得的，就是当不得呢，你不能那么大把去觉得，这里你们去比呀，当然我那传来一个什么的，多少年都不讲了，他也把他们现在什么的，现在用往修，现在的有的修上头。是吧？叫我可能去不谈去，但是现在的多数，现在去给你上班，可能那么大我就就给你呢，那让你给听你们的个呀，叔叔给他工作了吧，他不是工作可以不谈去这个，他还是这个超了的情况没应该，天会进步去了给他，确实多呀，马太人呢，第一靠住了帮助同业去。那用个这事情呢，能去学的话，该撑不起来，我在这里经过来。所以呢，这个自己在一昼夜当中，早上一起来是一个可以说这个那一天的第一个时间站，第一个时间当中，这个需要这个升起一个清净的一个动机站，清净的动机站。那这个发这个可以说清净的动机。调整的动机希望能够今天所做的行事坐卧都是能够这个希望能够都成为一个利益他人的这样的事情上。因此，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这个成为一个这个利益他人的，也要做一个利益他人的这样的。所以，因此，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说自己这个调整这样的动机的话，那一天的一个可以说身心的所有的一个行为都不浪费这样，
不但是不浪费以外，自己这样所做的事情都是变成一个大乘之法这样。那最起码这个可以说也是这个朝着这个方向来这个许愿，朝着这个方向去修持这样。这也就是一个平常都上师都做这样的一个开示者。那现在大概的上班上了400多年上些的，就是说两类。啊，所以你因此这就是一个实修刚刚前面讲的一样，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心这个意乐妙则地道妙的这样一个内容。那这里都是我的社会性的我的权利的，当然只能说的看定的军企也不大，他这个的确实有个这些我而且但是可能是你们大帮这些的，那2个团我的是你就看一个的进来，等你还不到作用，你小孩把你的亲戚吧。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就用这样直接说的话，可能会更讲得清楚这样。那你们每天都有在做功课这样，那这个功课做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如法，这就不用说了这样。但是呢，每天有去上班这个可以说呢，一整天这该要做什么事情去做，做完了事情之后回到家这样，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里呢，现在的小孩。就是不能大概的，不能上班会去讨论。但这里面天天把过年讨论，那2个看一个，另外给他把确保的把他回去看一个，他们这个他把就是说都推啊，现在他们就用小什么去，他上面现在当嘛都，现在他们就用多小，现在用多小上面不能进去不要，这是吧？好，所以因此呢，可以说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自己用3心来调整自己的动机的。今天从出门开始不管是一个做任何事情，哪怕是任何的一个身心的行为，希望能够都将成为一个利他的这样的事情这样。所以因此呢，必须要这个可以说利益到他人这样，因此需要这样升起一个清净的动机。我打个南京的，2010年的命生前说的出来的那样，那个他们就用多少说，或者说是吧的，拍到那个这个都是上面去建议，拍的小就用多少说上面落去建议呢。好，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不管是遇到的人也好，如果遇到的任何的众生，都是能够可以成为一个利益他这样。因此，这个比如说利益他人的心，希望能够做到，都是一个有利益他人、有情众生这样。另外一张，这个讲的是上不上不去这个，不能那么多，不能强求一生的这是个这个。另外一张，你跑路神经说的属于呢，叫那种叫抗住的，说的属于吃的呢，就是这里偏给了，让你看把钱了看吧，好吧？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清净的动机来这样的去放心的话，那等于就是一个可以说自己被那个清净菩提心所施受的，自己动机清净菩提心所施受的。因此呢，对上不管是任何众生这样，都能够可以说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可以说帮得到利益到他人。我到这里呢，不能是不点了点的，那人个多呢，你想出的是不理解对呀？我呢，常常有一个大概现在的常出的是，两人无数的钱对呀，我都是钱的用过来。好，所以呢，这个用这个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一步一步的、渐渐的这样的一个去升起的话，那这个将来绝对可以升起一个可以说这个真爱他人的一个清净的菩提心这样。因此呢，可以说正是能够升起清净的这个菩提心的，就能够会将来会出现的。天明的那就小那个你是那么是了不起的。那年的给我们学的出来没听清楚，没是通嘛，这个
搞的是我的也，这我今天嘛做这个，给这上午这些年嘛做做这个都是觉得嘛搞的嘛的，俺们的这里面这个考生嘛的这介绍的，把它要去介绍的，你们一个嘛的，你们去介绍，他贴了连几大户的，连几出来了，嘛就能听嘛说啊，什么人，什么参加几千年呢？我到这里讲究是这样的，结果的要么大，那可能就都有什么结果的呢？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如若不是这样的话，那早上一起来，好像这个税这个刑好像也没有写得很清楚这样。因此那个可以说，好像这个税的刑好像是一步起来这样。那因此那个可以说，见到任何人好像也不想见到了，然后这个跟任何人也不想讲什么话，也不想这个接触这样。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我之前这个可以说听到某某人在背后议论我，或者对这个背后或者讲我的坏话，所以呢，我必须要回击他这样，我必须要反击他这样。如果说用这个可以说用这样的心态，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这个可以说做这样的话，那这个菩提心是永远不会升起的这样。加上公路上不就给人肉的，那属于个冬天啊，中档息这个的嘛的对呀，真正也能跑路说的彻底的，说的通用的个人性里边的跑路的身高那么是用对呀，我的这个没学到要不要的。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如果说用那个好的动机的话，那这个可以说自己的这个面都是带着微笑的这样。因此面带着微笑的时候，这不管是这个遇到的任何人都会令他人的内心当中产生欢喜心这样。因此这个令他人的这个内心当中产生欢喜心的话，那等于就是说对任何人都有做到利益上。公路上我就讲嘛，这个但是冬天中档息就来是的，这就拉说的。这个可以说好的动机都会产生这个面带微笑的。因为我们心胸要这个出发点的要发心，未来我一定要做得到，我一定要利益众生。有了这种心的时候，自己的这个连上面自然而然就会效果的一个样子，一定就自然而然会这样。这样出去的时候，要别人对方任何人看到你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产生一个就是欢喜心、快乐的心，很亲切。这就是利益众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想不出来，一定要压这个。好的，你的不能最大的减压，这个好，这个呢就是一个调整动机的一个方法这样。他不的特殊性的车，东西一点点的装，那把时代的弄出来的是吧？再来是第6个科办的是祈愿不产生其修文思，这个文思时放弃的恶缘。但是马上就劝2年前到上公司去的2年前了，搞到了呀，你点跑街的往往不穷呢，这个马上就劝的销售了吧？点民众销售的没人叫不要。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一个修持佛法的时候，要做这个文思修。当文思修的时候，如果说产生恶缘或者障碍的话，那我们所修持的佛法都会这个失去。所以呢，这个为了不要失去一个自己行修佛法在，所以因此祈愿要断除这个，或者不产生这些恶缘障。他天天都不点的，他都不点的呀，台湾的超新的结果，所有同学的特别机会没办法。再来是第7个是什么呢？祈愿对
听闻不做知足，对一切经典做听闻人。但你马上做的也有这个经验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的修行佛法闻思修这个我们是很容易会满足自信的修到一点点觉得是修已经修了很多。好多年修过，现在不用了，很容易会满足。来浪去超期结构的话，可能是去2年结构了呢，是不是结有是的？但就是从上班头的，对吧？忙是从上班头的这个的，超期结束了，俺去说什么要？他去要嘛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我们这个修行佛法的时候，很容易会满足这样已经够了。我已经修了很多年，学了很多年，我已经听闻佛法很多年，然后很容易会满足，很容易会知足。因此呢，如果说对佛法有这个可以说有这个产生知足心的话，那真正的修行就会失去掉。这个对吧？特别的超期那些大事吧。所以呢，这边有讲说，对听闻不做知足者。加上他们的出现的这个看这里面的说到他们这个就上前途的，就有嘛小20分钟的。所以呢，这个对听闻不做知足以外，任何的经典一定要做那个听闻的。那就他们的出现去教来的话，我们很容易对听闻产生知足的。这个我听过，这个我听过，对，这个这什么，这个我听过了，不用了，那个我听过了，不用了，这个我那时候也会满足心。你听过的话，你也修过了嘛，对不对？可以问的，你听过没错，听过的部分你已经修了嘛，修到了嘛，对吧？特别的上面的光明了的加图从来是，是说的错过不要。所以呢，自己问自己，你既然也听闻的话，有做到听闻的部分，有去做到思维吗？有在做思维的部分，有做到修持吗？这样自己要问着自己。我的不是这样的，大家呢谈过的呢，大概一定的，上面谈过的呢，他妈的呢，跳上去了有。特别就有这个新经的那个吃饭的马色，我到底找来的蛮重要的。第二个呢，我的呢，弄的他不上几天，看着就是呢，特别就有这个新的那个吃饭的马色，他可能有就是呢。再来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科判起初听闻之际，其愿之欲，即可善知识者。那这是个怎么来的呢？早晚掉了大部分讲了，早晚在带小娃当艺术的呢。我们要再看这个根本文龙道元年渔民与当其意思。往无西贤热度宁则见，言论表面准备印度间，新年大白就说这个小事，在外这个点，这个我的蒙古就学的说，这个在外这个点。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很多嘛，那前面很多讲的它的一个根本文是哪一句呢？这边看这个可以说愿校正得满心身心，根静柔顺去慈悯。立堂无厌修永力，被善知识随护持。那这个看的这个好的是呢，特别是有个性的这里的这个小什么，我能记得。所以呢，因此那个可以说，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可以说发什么愿呢？起初听闻之际，其愿只欲气格的善知识者。他说的确，但你看这人生呢，龙道元年里面与当期是这个，
可能是呢，结果就全当到头就这个结果了，他妈的，有新年去了，单位一张，新年的话就不要的噻呢。弄到原来对面就当新的时候，这新年的，弄的是么讲的，开外元等么去，当然是你，到不呀，那边弄的是么是么原来对面就当去，是，哦呀，当然是你的，语呀还是有的。各方面问题，这个的与重复这问题的原因吧，你细细读啊，是吧？通过热度的读啊，身边的包括名字我去的，我的名字新闻的解吧，当然这个你现在这个准备去吧，各自肯定是有的人，对了呀，他中文的嘛，当地新闻的那边。那根本就是那规定，允许美国长久操作的些这个，我等这里面的这么印度那都有印度经典，我的个是肯定是跳小事，肯定有的个是的产品是体验就是这么小事，这个从到我这个是那等于情况的。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愿教正得这个满身心这一个词句的，它的如果说内容解释的话是这样，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比如说希望能够起出听闻之境，其愿之欲，即可得善知识这样。那这个呢是怎么样做呢？可以说教正功德等，为修持清净的大乘之法这样。所以呢，因此呢，需要上师呢，需要什么呢？首先需要一个精通修学这个可以说。叫三藏的功德要具备这样，不但是要具备这样的一个功德，需要这个正量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正量呢？实修真上三学的这样的一个重厚的功德心，然后在这个自己心相续上师的心相续当中这个完全的充满着这样，充满着这个这样。再来这个可以说这个上师的心绪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柔顺的。并不是顽固的，也并不是一个这个可以说粗糙的这样。然后呢，这个为了这个利益见众生争，这个心绪是调和，尤其是对众生，都是一个可以说分明的，具备了这个大慈悲心这样，大慈悲心。然后呢，这个可以说承办利益他人的事情，不管是多么辛苦，也没有这个忧劳这样。因此呢，他会承办的大勇气者。所以呢，刚刚我们前面也讲过，为了这个利益广大有见众生，哪怕是一个可以说千百劫当中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苦修的话，都是这个无畏惧者，这个可以说没有惧怕者。因此，这个可以说依这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有具备这个说大勇气的善知识，我们能够可以说追随之者。我追随着这样的一个大勇气的善知识，也祈愿能够被这样的一个大善知识来侍守着。我都是觉得，他们这个老婆就是你，搞到这个不了。当然，他们是听我就不去用，听我就不去用是那么结果了，他要上公司才用不多。首先这样讲这个为了你的修持大乘之法，首先需要进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闻思修正。听他呢，开发里面退了。那闻思修三个当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听闻的。听闻就退过去了，肯定退过来噻。那你改心你就点退过了吧？好，所以这个听闻是要从哪里听闻呢？首先，这个可以说这个依止一个善知识，在善知识面前要去听闻的。那应该印证，但这个心理这个点，透过印证嘛，就这个心理才好了吧？那因为依止善知识才能够要听闻着，也因为需要依止善知识，所以呢需要寻找你的善知识着。就是这个心理的马上就才会来事。所以呢，要寻找善知识的时候呢，需要寻找一个无错误的、无误的去寻找着。
可能一个人在当晚的给心里，青年的那么那么大个就跳小什么不掉，慢慢掉。所以呢，因此呢，这个祈愿什么呢？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具格的善知识者。青年的那么是就看得清是一个什么？什么样叫做具格的善知识呢？可能一个人在当天了，他的你告诉我明天了，那好像是那个的，心里多希望你希望，原来的话。最近容易出，听你热不的马给的，在外等你高帮了电视的去，在这机关里头的电，但电脑的看来是龙到原点对比与当时的三十多只能当多的了。好，所以因此那什么样的一个需要什么样的具格的善知识者呢？就是这边讲到愿这个校正得满身心者。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是呢，这个基本的就那么大了，就这个结果，他们的龙电力数呢讲给特别的是对吧？的龙道是龙是的龙电力数呢讲给开发机构的是电力数呢开发机构的是新年的。好，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修持一个清净的大乘之法，所以一个一直善知识要这个开示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可以说这个校正得满心嘛。那这个可以说这个校正法这个圣教跟正圣教的，那教圣这个圣教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善知识需要什么呢？精通三藏的一个需要这样具备这个功德。当电力数啥的，从那到电力数我超过的，电力数啥的，对电力我们别电力到底电力是，电力数是千万别多。好，所以三藏呢，首先要理解三藏什么呢？论藏，然后呢律藏，然后经藏这三个藏。加上在书门看了原来那个结果。所以需要精通这三藏的一个可以说这样的功德。到过是啥的？到过原来的那个就可以啥？到过原来是啥的？花果树，杨树旁边原来对面有大的就过来是。好，所以呢，这个再来是一个可以说教圣教是刚刚讲的，再来是正圣教，正圣教也是所谓的正量，正量是什么呢？具备什么样的呢？具备实修真上三学众多功德在这个自己心性当中充满着这样。那么等于送下的，那么注定的那么，那么定力这个那么，那么心里的那么收，我得早给你给我的这个原来他妈的那个就过来是的。这个再来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戒学、定学，然后慧学这三个这个可以说这个心性当中充满着这样。当然心给你原来对你心里的有比较大，中国这个的有年把这个加了那么点的满意吧，人心里比较大有热的希望，许多7、6年的这个许多。然后就明天就等到什么那个有多久对吧？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不只是一个可以说具备了这个真上三学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以外这个善知识的一个可以说他的心绪是必须这个要一个柔和的这个平息的这样并不是一个非常的粗糙和恶劣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因此呢，必须要一个可以说心绪调和，尤其是对这个众生是大慈悲的这样。那有多少钱来那不用考虑了，是呢？那你就说如果说心绪不是调和的话，那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的特别是年的钢铁，龙多给原来老树给早期给原来的内容的。有的热的时候就买了原来提给肯定些的，我也是7多一张，提给这个这个身边的太美的上班的也都不要买。好，所以因此，如果说心绪没有被调和的话，那会是什么呢？假如这个可以说这个已经具备了这个精通三藏的一个功德，以及心绪当中充满着一个可以说真善三学障，
但是因为有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校正这样的一个功德，会这个产生这个可以说这个自大高傲这样，因此呢所做的事情都不会做到一个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事儿。阿来的那个龙头给原来大多数的这个原点油上头一个龙生的给控制的电用率，不知道的，按照他身边的偏头不要嘛，偏干嘛呢？好，所以因此呢自己已经有这个三藏的功德，以及有这个身心当中充满着一个可以说这个真善三学者，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会这个产生高傲自大，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没有不会利益到众生上。但是因为咱你原来他在那个定义，你都比的好像里边的让不希望，我的多就不要的是。也因此那个可以说具备善知识当中，必须要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不顽固的、柔顺的需要非常的一个调和的这样。但这就为那罗生经他们讲，八卦不给他在我年纪情况，强的年纪业的，我有没有的？但是身边的偏多不要。尤其是对所有众生升起一个慈心与大慈悲心这样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对众生起到这个利益的。大们这个第一年研究圣经的切度，叫我看的就中国人，各自看的就有别的，这里教我们的他呢，经济情况的这个可能，他不给圣经的传到之外的，印度有对不起，是吧的？我等这就不要了。所以呢，再来是一个在这个上面要承办这个利益他人之事，不管是多么的辛苦着，无忧劳承办着都是由此辛劳的去承办着，因此一个就会有这样一个这个升起这样一个大决心跟大勇气的。他们现在圣经里的那个教个党，圣经的三个党，但是没这位讲的。是吧？没这位讲的他呢，圣经里头看到那个看得起有的人，在那贴了别的，上了当心眼，是吧的？我在这里给他年纪轻不要听得起，但这种的呢，圣经里讲到要我接触不要，放这里所有东西不要。所以因此，因为这个众生的这个行为各是各不一样的，各是各样的。以及这个可以说众生的心性也是一个可以说不一样的，同样的一个众生的这个想法做法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算是一个众生的习性或者说根器都不一样的话，都是能够可以完全的一个可以说能够这个可以说忍辱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众生的任何的习性，同时一个可以说对这样的一个众生升起一个大慈悲心。因此呢，如果说有着这样的一个大慈悲心的话，那才能够可以说利益到这个有情众生。在那个当年，那是因为他可以的当，都是清楚的。我提你所有这个观念，那是现在那个很多主吧，我在这情况中要的是。所以呢，同样的对众生这个善巧以及大慈悲心这两个双结合，来才能够利益到这个众生。我的第二个呢，从慢慢表呢，加上有这些深一点的么子的，这个小下的，这些深一点的么子，我到这里就是有。所以呢，因此我们刚刚前面这个第一个版本中，我们讲说起初听闻之际，祈愿只遇到这个七个善知识，所以呢，因此呢，希望能够遇到的善知识，就是需要这样的。这个人有深一点，他马上就有。电影不要涨，电影随时都电多少300万人家不是吧？所以因此呢，需要医治一个这样的一个善知识者，不只是你需要医治，而且发愿说希望能够如理如法的医治这样的一个善知识者。对了，你那个给心里的，然后随时都电不能把噻。对了，电慢慢的，看你就懂的，是的，早点的他说啊。再来是祈愿自己如理的医治善知识。那祈愿自己如理的医治善知识的这个根本文是什么呢？早点，你多，大部分全部电不打的，热烧龙酒，供你药面巴，
新年当把来我的面前呢，明年一直这么没去说，不是真的，等等，我呢有问题。再来是这个，可以说祈愿自己如理的一直善知识的根本文是什么呢？愿如长梯依法正，生命享受不为动，令善知识起欢喜，刹那亦不令不悦。现在一张当地可能的了，可是那那些基本上的大部分会当道具的，他说的咱们平常有吧，咱们的基本上大部分都就是，你信不吧？现在各有少数，我在提出了就你看到的了，后来呢，到这个多少数的大部分道具，马西的那个的钱的，可是就要的，现在咱们不是来流的上面，就说的那样。他的都是的，他也还在都是嘛。他这个人是呢，大部分会缺乏点把的是体检，那呢，给新年新年的点把的菜呢，提前的点的处理，本来是他本来下年马上做，假设情况，大部分是你就愿意办，大部分假设情况大部分是你。再来一个可以说，因为是祈愿自己如理一直善知识这样。那再来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时候如理的一直善知识希望能够这样。因此呢，这个呢是一个在这个引申以及举例子什么呢？就是呢，曾经有一个可以说这个长梯菩萨这样有一位长梯菩萨这样。讲就是我大部分是的，可能你的呢，那么的缺乏是。所以因此这个长梯菩萨他的上师就叫做法身菩萨，法身。现在大部分的人们那么缺乏，看这些电单，看这些定义都太大不起，我的定义带头发说些别得下来。好，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依照长梯菩萨依止法身上师一样，我也是希望能够如此做得到的。这个应该是他的，没弄掉的，得到不就用了说什么没弄掉的当。所以呢，这个现在自己呢是一个在发愿，像他一样能够做得到的。谈到马上我说那到时候有叫他干嘛？拿到这个，那就这个我说的解脱不了不是呢，实效解脱嘛，是吧？现在我们这个能不能像那个长梯菩萨依止法身菩萨一样？可以说有没有做到这样的实修呢？那马上就解脱嘛，是吧？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做不到的。录音里的话，我就被这前面的时候，这样的依止方法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一个心量。你那样马上就没能掉掉是吧？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发愿着。解脱不嘛的时候嘛，我们别人解脱了就永远说啥不去，不要。不能说做不到这样。我们这个发愿希望能够做得到这样。但可能就是呢，讲究什么大部分是面的，讲究什么的，让人那么缺乏了，年过个切度，对不对？是吧？今年等于年过个切度，让人刚的哪个子的话接的，那什么的中国老师直接给老他接了，老他接了，让人为了那个真的我的。差大的那个，缺乏就是给年过的，缺少是给难说的，差的恰恰都把它说在的，那你各个清不清对不对？好所以因此呢，可以说，这个长梯菩萨。当然都是很重要，当然都是要的，过这个，但到底我是这个，让人那么缺乏的切度，干来忙不起来，让人那么缺乏，那么缺乏是给。菜呢，是吧？你干来忙不掉的，是吧？那么缺乏个切度，心里带个切度。好，所以因此那个长梯菩萨为了依止这个可以说法身菩萨，首先寻找这个法身善知识，这个辛苦了各式各样的。如果那么缺乏是你其他的菜呢？啥呢，是吧？这一来这天来年过的切度，那人的下头如果他刚刚都是把壮的。
这个头呢，人工切入，搞好的结构上面的老大切的，老大切的，这个印度点怎么样？是吧？好，所以这个为这个当寻找善知，这个可以说法身菩萨最后寻获之后，为了这个陈述自己的善知识，把自己的血肉，然后呢骨头把它这个可以说切断，然后去卖出去，为这个善知识而做陈示这样。因此呢，自己为善知识而这个可以说苦修苦行这样，以这个升起一个大的决心来做这些事情。当年的到那个东京人会有的定义，但我们你信息过呢，过有的这个叫做那个的，那一个一张你呢你盲目革命。好，这个可以说这个长提菩萨的一个他的篇章这个可以说这个他的一个比较广法，在上师在一个上师自己著作的菩提道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善说观要的这个法门里面有详细的解说这样，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初中后善乐里面并没有开始那么多，稍微那个简略一点的。当然一点呢，缺乏的钱呢，从一张缺乏的呀，确实讲究什么道德确实这个呢，缺乏的，工商的修的，老对一个多，工商的修的，工商确实呢，全能比那的先进头，都是这个。好，所以呢，后来这个长提菩萨已经这个直遇到了一个这个法身菩萨这样，因此呢请求法身，然后呢为这个长提菩萨这个可以说这个传授佛法这样。那也因此呢可以说这个法身菩萨这个闭关7年这样，闭关7年，当闭关这个7年圆满之后，才这个答应他说出关之后为他传授佛法这样。那一个也在你们刚刚这些人的讲就是个缺乏，或者就是给人的听的带的过来讲的，然后他说的呢，但你那么开对的那个长吹的拿来去那么300个，我的300地方讨的，超少就讲钱的，缺乏。让人那么缺乏的那个工作就是给的，他撇的带的，我们做啥就挣钱。第一个的呀，这个是吧的？那年我就做的呀，那慢慢就是了，做过差不多的，台湾的这个丢了，做的这个做过差不多的300多年，我的那个是吧的？让你有你的差嘛是吧的？涨的，地给涨价钱不一样，讲就是个缺乏国人的两个月的这个考虑嘛不要的，这个长毛的那个让旅游差的那实在的呀，太难了吧，涨价等的6万嘛钱多，这个因为一张我是吧，我都是钱的，这块的可能是身上，这个的是吧的，我们的这个那个是吧的内容对的，你们茶叶当然来不当这个套的，把借钱的，茶叶没给为那对蒙古狼用过吧？对蒙古狼用对个这家就是个这个泡泡缺乏的那10年的长毛的，对的做不差不多是，都是那的，老对一个都贡献的，蒙古借钱的，我的那么点明白。所以呢，因此那个可以说这个，因为那个法身菩萨已经闭关7年了，因此呢，这个长提菩萨在这个周围一直这个可以说绕着这个法身菩萨所做的一个宫殿，然后一直每天都要祈愿，每天都要祈请何时为我传授佛法这样，心里面一直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愿祈祷这样。同时也是一个坐在一个周围附近，然后一直一个可以说这个积资进战，累积资粮清净罪业障碍障，
所以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周围自己这个修持行修修持这样，但是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在周围因为这个可以说某的障碍或者没有像下雨这样，因此呢周围一直这个充满着一个这样的尘螨。因为如果说尘螨充满着的话，那很容易会这样的尘螨会容易会这个对上师法圣造成一个可以说弄脏或者说不清净这样。因此为了这样的尘螨消除，所以呢这个可以说长梯菩萨自己的身上出血弄出血，然后呢这个洒在地上，把它这些尘螨都这个去除这样。因此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可以说对这个法身菩萨不会造成一个尘螨障。因此呢，同时一个可以说长梯菩萨他有很多眷属，他的所有的眷属也是一起同时自己的身上出血来去这个洒血来去可以说去除尘螨障。也因此这样的一个7年当中做了这样一个很多辛苦的苦行障。那刚才理解的道中有的那消化的那个那样的哈江里的告诉我的强高的那个高级的，当然这个民族的，还能台湾的，有我们不同的，我听那么一张，那听到了起来呢，接触的用啊小声的他们了不了，道中的全部代表他们在地的人。好，所以呢，因此呢，总而言之可以说，因为那个长梯菩萨一直这个可以说法身菩萨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一个可以说这个遇到很多的困难这样，因此那个但是呢，这个可以说遇到再怎么样的困难，然后提起一个强而有力的决心，以及他的一个可以说完全不会这个不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一直善知识这样。所以因此呢，这个长梯菩萨对法圣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医治者。那希望能够我们也是如同长梯菩萨一样，能够做得到，然后呢，这个许这个愿的。我打个东西的呢，让别人的那边桥头，他没有当光去，我到头切吧，他那个喇嘛话，没有当光去拉手嘛，扛的那个第7度，东北个情况，在那扛起的呢。10번 배웠어. 내려와서 10번 배워. 그러다 농주 꾸며야 돼. 꾸미 위험해 봤어야 돼. 어디 10번 배워. 그 세계 crossing 하는데 똥 배웠다. 영화를 있으면 위험이다 뭐 배웠다. 저기 때문에 선발하게 배웠다. 그게 돈이 연구실도가 어떻게 좋아해 봐. 근데 나와야 봐. 好，所以因此呢，为这个可以说法圣都能够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做得到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所有身口意以及自己的所有的受用都能够可以做一个奉献可以是这样就为了一个这个可以说一直法圣，然后呢可以说这个无惧，没有任何的一个惧怕，这样都能够可以使得这个献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口意，全都能够可以申请这个可以说这个奉献出来这样。因此呢，可以说完全无惧以外，非着一个清净的心这个很有坚定的信心，然后恭恭敬敬的能够做得到这个身口意以及所有的受用的一个奉献者。我到今天有的那个荣耀耶稣一个特别我到今天我到교원面的我到对吧？这个东西，但新人他们得土捏的对对，我到马到土泥个根基上面没这个小事，我到所以这对这个上师的这个可以说这个信心身口意上面是从不变，非常的一个坚固这样。所以因此如果这样做的话上师是唯有会欢喜喜悦不产生哪怕是一刹那真的不悦这样。但今年送吧，当年一个当新年的带领，新年第一，不是这个新年的确最近都到了小上面门的话，最近都到了这个看这的是呢，门把的看这的是呢。好，我们就是再来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前面第3个课堂当中许愿发这个愿发什么愿的呢？
这个善知识如理的开示正法，有这样的一个发愿这样。那这个怎么样才是一个如理的开示正法呢？那第一呢，就早点他说，早点这新过来，实习觉得这位先进老到前面去马来的，现在大多么了，面不淡了，但他大多多么小事情的人，是吧？好，再来是一个这个的第三个的科判的一个根本文是什么呢？我们再看这个根本文呢，愿身即离系会意，不被邪分别污染。如对长堤菩萨说，如是常常教导我者。但现在咱们最初级的这样确实搞这个事呢，我大胆的提示。好，这个可以说善知识如理的开示这个精进的正法是什么法？就是这些的傻瓜，是吧？他实习主张，到我们那东岸的这个傻瓜是对吧？去什么到那，那东岸的这个，那身体写图呀，是吧？他用的。人性才是重要的，真正的带头对吧？写作呀，啥玩意是啊？这个内容的嘛，这个内容，他到位呢，真正的这个，我da真正的带头个写作呀，读书里面的，是吧？经典的人气现在重要，写重要，但这因为咱啥是啊？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再来这个这边深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法的真理叫做这个可以说生长。那因此什么呢？非常难知即深甚若知因离苦，即尽着相的所缘空，离系离有系为般若之意者。所以，稍息。这等这里写这个什么的过程？好，这边讲这个生即离系会意者。那这个那么中间的，我们做过3年呢，你想西湖过的，这没送以前的，学过的话，学的个人是那东北的，实习对这个是那么紧。所有的要跨门里面，慢慢几场2个这送的，学过来，实习对这来去，当年也说是，也托说是，也那样，你说的那样，跨门里面是这个呢，陆运的2个钱的，这个退用对吧？当我们写出来的账出来这个，前面这个就拿到，没多少，但现在慢慢拿给他们这个。哪个是的？这个养生上的就跟眼光呢，说的话，我的觉得个人是内容多问题，觉得但内容太多问题，是吧？我觉得啥玩意是？好，这个可以说这样大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及成佛证佛的果位，已经49天之内都没有传授佛法。为什么在这个已经成佛49天了？还没有传法呢，因为这个可以说自己所获得的这个可以说可以说深圣的佛法，深圣的佛法是什么呢？可以说这个升起理系光明，以及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不违法这样。因此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说非常的一个可以说难以理解的可以说真理的空性这样，真理的空性。因此这个对任何人学人的话难以听得懂，难以理解，不但是难以理解以外，无法入心的，内心当中很难这个可以说装得下这样。如若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深深的这样的法的真理的话不但是一个可以说会害怕。以及这个可以说怯懦，这个都会退缩着，倒不如呢自己在一个这个深山森林当中来这个自己实修来得好着。其他的内容上，你也等待学的啥把写的，这个内容高。
所以您在这边讲的一个生圣的生，这个呢是意思呢是一个法的真理上。这个内容是内容动漫的。这个法的真理为空性的。缺堂节上性就嘛这个是的人民晓得吧？缺堂节上性就嘛这个，人文就嘛这个，道德嘛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内容。可以说，这个法的真理是什么呢？法的真理是一个可以说，这个无自性的这个自性不成立的。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再来一个可以说，这个诸法无我，诸法无自性的。缺堂节的人那你想，缺堂节上性就嘛这个是，道德嘛这个是什么呢？那你缺堂节，没完这个考着对吧？东北东洋这个去考着呀，或者是他的给这么着，他给这这个嘛不的些话去，他看他的刻度的需求呢，但可能是什么？那缺我的，包括缺乏的呢，当中我的代表的缺，我的实施主张。这个的职位，是吧？当时我认为这个的职位，他实行就对，我的地位。好，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诸法这个无自性，诸法无我者。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开示以及这样说的话，那好像似乎这个都想着是空空如也这样。那如果说这些都这样议论的话，可能就会衍生很多的话，那我们也不必说这么多讲。那如果说直接开示的话，什么呢？法圣菩萨对长提菩萨所开示的佛法是什么呢？可以说这个远离我执的，远离我执的，也这边讲的生起离系的，生起离系的，以这就是一个可以说般若之意者，也是这边的会意者。般若是这个，般若是西清是这个。般若这是一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智慧般若蜜的这样意思。但第二呢，马道巴的，老巴道的，但老多的体量，这个呢，累的，前面八的呢，老有马来巴就没有，马来巴是那个马来巴，太大个呢，大多么的呢，吃的说不大多，太大大个那大的这个是一点呀，你马来太大个是当个小什么个那叫个，就最近的那个巴士。好，所以因此那个可以说这样，可以说无沾染的，不要沾染的意思，不要沾染是一个无知或者是这个邪知的这样，邪知的以及分别的污水这样的心智的，可以说不要这个沾染到这样的一个心上。如法圣菩萨对长提菩萨所开示的一个可以说般若经一样，然后愿尊者这个上就是为了常开示智慧道彼岸之意长。我在你那嘛都是各可以的吧，过下，那这个人是呢，他给学的那个道德为缺乏的巴士那个道德为的缺乏人的，老多给，新年带上我的路的，一直学的呢。好，再来稍稍开示一下，这个可以说这个法圣菩萨与长提菩萨师徒之间的一指法的部分上，他把这个最得是，而且是为什么的？时间也即将到了。他的怎么决定的？怎么决定的？他的最生产下，时间已经到了。好，那这个长提菩萨的这个篇章呢，我们这个下一堂课的时候再开始讲。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好的，第一节开始好的是常人的这个这个，该真中国大概真是宝贝给我这天堂的话。